大家好，我係 Manny，香港專業塔羅協會嘅會長。命運是否可以改變？一係可以，二係唔可以。上堂嘅時候，好多同學多數都會答案命運係可以改變嘅，而呢個問題嘅正確答案係兩個都正確或者唔正確。咁即係點啊？呢個問題其實牽涉到命理同占卜嘅基本知識。首先，我哋可以將命運兩個字拆開，命係冇得改變噶，運呢就可以改變啦。我哋無論喺出生日期、時間啦、父母、兄弟姊妹，甚至遺傳因子、體格等等，你都係冇得揀同改變嘅。相反，長大之後，尤其畢業出嚟工作，無論喺愛情關係、事業揾錢方面呢，成熟獨立嘅你自然有好多選擇，唔同選擇會改變運勢。所以命理按照出生資料計算，例如八字、紫微、西洋占星等等啦，可以睇嘅運勢係長遠嘅，好多嘢出生已經定咗。而塔羅牌屬於占卜，睇短時間嘅運程咧比較適合，睇唔同嘅選擇帶嚟唔同嘅運勢改變。聰明嘅你哋而家識得分啦，記住命理係需要知道準確嘅出生資料，占卜就唔使啦。今堂講到呢度先，記住追蹤 Manny，下堂見。